今天各地有好几起抗议事件，我们先来看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为了抗议乡公所人员把文件遗失，导致部落的传统土地变成了政府用地。今天发动了200多人前往东管处所在的石梯坪油气区抗争，结果跟警方爆发了好几波严重的推挤冲突。 要求政府归还土地，200多位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上午前往东管处所占领的传统土地石梯坪游戏区发动抗议，而就在举行祭典的时候，却遭到警方以占用道路为由，强力驱赶民众，双方爆发严重推挤。 抗议的族人表示，早在民国79年，部落族人就向乡公所申请传统土地改为原住民保留地，不过文件却是遭到当时公所承办人员遗失，导致自己祖先土地现在变成政府用地，所以大家才要回到传统土地上举行祭典跟祖灵沟通，没想到却被警方用警棍以及优势警力粗暴对待。族人批评警方做法是执法过当。今天公部门把资料遗失了，他居然说现任乡长刘进芳。 他说资料遗失了，不关我的事。这样无理的政府，我们要他们道歉，对不对？对。不只有原住民，包括西部的农民，也跟我们一样遭受这样子的痛苦。你们却协助政府来政报我们，我们是暴民吗？ 对于族人的指控，主管单位东管处长跟丰滨乡长都没有前来，只派出驻区主任向民众表示，29号可以派2名代表前往台东东管处陈情，这让族人更加生气，质疑为何不是处长亲自过来。你说两位族裔代表什么？我希望能够在这边召开，然后部落的族人用公听的方式。 来共同了解这件事情。不过，由于东管处驻区主任并没有决定的权利，抗议的族人转而要求乡长出面，希望由乡公所承认错误，让东管处有所依据，最后还给大家土地。不过，直到抗议结束前都没有见到乡长出现，这让族人更加生气，决定在近日内发动更大规模的抗争。记者温家凯花莲报道。